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4月21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近年来，不止买厝真困难，连租厝嘛是真大压力。所以，台南市政府除了针对买厝推出6万块的利息补贴以外，伫个租金补贴的申请嘛加真方便，唔免搁再经过厝头家同意，得当随到随办。房价愈起愈悬，互真侪少年人通过指数明显增加，加上连续4波起利息，负担更加沉重。为了减轻第一摆买厝的少年人负担，除了原本中央有一笔3万块的补助，但市政府嘛宣布加码，每一户6万块的利息补贴。都发局预计今年8月受理申请。把主要优先适用的对象会锁定在40岁以下的青年人，那也希望说，透过市长这样的一个利多的政策的释放，能够吸引更多的我们原来台南市的市民留在，尤其是青年留在故乡工作安居哈，那同时也可以吸引外来的一些新移民。来定居我们台南。政府都在想办法降低第一摆买厝的青年负担，对着租厝家庭来讲，嘛有好消息，因为今年申请租金补贴已经修改，无需要去提供厝头家身份证明，随时会当到公所或是都发局申请。该方案嘛预计今年7月开办。今年马上要开办的这个租金补贴。有几个大的变动，那最大的变动就是不需要在房东来出具证明文件，那这个部分只要附租约就可以来申购，这个是比过去的状况要简化很多，而且到时候的这个奖励的名额也会增加，然后条件也会放宽啊。不管是买厝的贷款利息补助，或者是租厝的租金补贴，总是加减降低民众的经济负担。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目前正是台南旺来选季，市长黄伟哲特别到电视购物的直播节目进行推销，结果40分钟就将2000箱。1万6000粒的关庙旺来卖了，成为台南农产品上强的代言人。4月开始就是台南旺来大出的季节，市场委托日前并外销日本加出一货柜的旺来制品，随后嘛传领农会到新北市来推销台农16号甜蜜蜜，短短1早就卖完84栋。20号已经是第12摆上班参加电视购物台直播，来卖外销顶级的关庙金山旺来，结果40分钟就卖了1万6000粒，成为最佳代言人。会中要教大家如何竞选旺来小撇步。叫做凤梨的第一品牌就是台南凤梨，台南凤梨里面最厉害的就是关庙凤梨。关庙凤梨里面当然有很多，有的是外销等级，有的是这个各种不同的等级。所以我们今天把最好的外销等级推荐给大家。不过有一个小科普、小常识，如果说各位好朋友去菜市场来想要买凤梨的话，用这一根棒子敲。那我拿着，你帮我敲好不好？那敲也不用太敲太用力，敲快点，太用力把那个凤梨敲坏。你的听音，你看麦克风前面。有咚咚咚。这就是的台南旺来，因为日照充足，加上土质适合，才诞生酸甜风味一流的金山旺来。也邀请民众拥有选买，好康到小报。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经营珠宝饰品，不只会当家己佩戴，嘛是送礼好选择。不过有一寡款式可能就较固定。岸边有一间银色金刚的业者。特别推出手作的课程，要让消费者家己动手来做手指，打造属于家己的独家纪念品。超级感受一下它的力道，大力小力啊，它会深浅不一。缀着老师的教学，一堆一堆卡出手指的纹路，渐渐手指的形体慢慢完成。但这并不是什么精工学校，原来是安平一间影视业者所推出的手作课程。和喜爱家己动手的民众前来体验。对精工蛮有兴趣的，
然后就很想体验看看自己做一个戒指。我喜欢目前这个敲击这个动作，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敲出来的纹路都不一样，就是各有各的特色，这样子就是带有自己的风格，自己做的，然后而且做出来的东西是外面不会有的，自己做独一无二的，就是外面看不到的。宝泽珠宝旗下银饰金刚品牌银链，为了让消费者买到家己心目中上有纪念意义的饰品，在9当前推出这项手作体验课程，让民众家己动手做出上独一无二的纪念。这一段是我们陪伴你去做这一个过程的参与跟会议，所以你的对象是不受限的。例如说，家人之间、亲子之间、父母之间，我也可以带我的爸爸妈妈来。那我的情人或者是我的闺蜜，我们都可以一起去一起去创作一个我们属于我们之间的回忆。那这个时间大概是制作大约是2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就是会陪伴你。我可以看我重要有连结、有关系的情感连结的人去做这个过程。银链总部因为是位伫咧安平的安北路顶，所以店内也典藏了由艺术家许庆福所制作的福来诗。来安平观光旅游，那来这边的话，一定要来银链手作影视。除了做戒指以外，也要来看一下我们的福来诗，许幸福老师所雕刻的福来诗，这是我们的招财诗。来摸摸他的耳朵，摸摸他的鼻子，来招财一下。那明年的话，就是建成400年，也欢迎大家来安平观光旅游。为将手作趣味甲温度推广给更侪人，银链这次特别甲福尔摩沙游艇饭店，在520东港将伫咧饭店3楼举办一场100人手作活动。银链也欢迎对着手作课程有兴趣的民众，会当询问报名资讯。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贵中学病院安宁病房日前为一对熟识29档的伴侣胡志远甲陈蓉蓉举办一场暖心的婚礼。因为陈蓉蓉是一位感情末期的病人，所以区公所也特别派人到病院替因做结婚登记，为感情末期的朋友完成结婚的心愿。伫贵中学病院安宁团队的筹划，对婚礼现场的布置。到新娘的西装、伪装，拢是由护理人员来一手打扮。当新娘坐着轮椅，被塞上红地毯，甲新郎共行时，现场充满感动的掌声。需要有着证婚人来主持证婚，让大家一起参加志远先生跟蓉蓉小姐的结婚典礼。那我也很荣幸能担任证婚人。然后看一对有情人一路走来，互相扶持。那今天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跟欣慰。那请问胡志远先生，你愿意娶陈蓉蓉小姐当做你的合法妻子吗？我愿意。那蓉蓉小姐，我们现在开始。OK。蓉蓉小姐愿意成为志远先生的合法妻子，那你也愿意让他成为你的合法丈夫？伫咧病院心脏科主任曹淑仪的证婚，胡志远甲陈蓉蓉正式成为翁仔某。2个人熟识29档，一直到3档前，陈蓉蓉因为咽癌接受化疗，伫咧照护期间病况一直无稳定。为了替病人来圆梦，因此举办这场的婚礼。台南新闻综合报道。为了推广永续发展的理念，远东科技大学邀请蔡徐甲康世浩2位艺术家举办环保思维展。这届展览较特别的是，2位艺术家利用回收的菜点、洗衫帮以及茶帮、抹布等等的素材。配合水墨、粉彩、油画等等的技法来进行创作，完全符合环境永续发展的理念。墙面顶面挂几百展出作品，除了显目色水甲花草图案以外，详细阁看材质，有人可能阁真熟悉，因为这是早期的洗衫帮，还阁有菜店。他这次的展览呢，我们特别去他的艺廊，找到很多他对环境保护的意念，他的比如说他对天地的崇敬，像这些是
废弃的人家不要的洗衣板，人家不要的切菜板，他就拿来做创作，并且那个内容你可以看到他对天地的崇敬。这栋由远东科技大厦规划、于世风华环保思维的展，是学校为了推广 ESG 永续发展理念，特别邀请国内外拢相当出名的蔡宇老师、甲康思浩老师来做展出。这一档我们特别把主题设定在 ESG， 就是联合国他们希望在2050年的时候，全球都能够达到零排碳。那在以学校的教育立场，我们希望学生对 ESG 是有感的，并且我觉得这一场是很特别的哈我们把 ESG 融入在艺术的涵养里面。两位老师利用废弃材料进行创作，除了有洗衫帮、菜点、抹布，还有灯笼会当作为画布以外，连石头嘛当发挥，依照石头原本的形体变化成为剑塞甲残图，还有毛毛糖顶古锥主题。这边也是石头，我们看到的是剑狮，在安平，剑狮是一个文化的图腾，是一个文化的图腾。那这里呢？也是石头，它按照石头的形状，画成毛毛虫，画成蟾蜍，非常有趣。远东科技大厦表示，这次展览作品是相当丰富嘛，真有内涵。展期为即马开始，一直到5月19号开放给民众参观。有兴趣的朋友会当前往欣赏。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稻草人剧团推出的新作品。为7种身体姿态作为意象，将现代舞结合现场演奏的古典乐曲来做呈现。第一场的演出4月22号，将伫台南文化中心甲大家来见面。由稻草人剧团所制作的作品《气体》原本要伫咧去年演出，受到疫情影响，将是要甲台南的乡亲见面。作品的灵感来源是为7个身体姿态内面取其意象，以现代舞蹈结合古典乐器来呈现。经过表演，接着一粒红球，演出社会各层面的风貌真迹。那创作来源的灵感呢，是来自捷克的一个经典文学作家卡夫卡法兰兹的一个创作。那卡夫卡呢，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文学作家，可是呢，他有令人惊艳的是，他其实也画了很多非常棒的这个涂鸦的创作。舞蹈的部分是由罗文静所创作，5位专业舞者用各自的身体特色来展示，并用影、他脚、玉梦、关联的概念元素，串联整个舞蹈作品的架构。从这些涂鸦呢，来去发展动作的一个发想。那他请这个舞者呢，截取这7张的这个涂鸦的创作呢，然后请专业舞者呢来去从他们自身的经验呢来去衍生这样子的一个涂鸦的人设的想象。那并且呢，赋予这些涂鸦、这些身体的表演呢一些故事的一个发展。去年伫台中到台北演出，让这出作品受到好评。团长表示，今年剧团就算是伫咧亏损的状况，也一定爱把这出戏演给台南的观众。为4月22号开始，将伫咧台南文化中心连演3场，欢迎大家前往观赏。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周边神经受损，主要是因为外伤来造成。伫治疗以后，恢复的状况常常无啥好，有可能造成肌肉萎缩、欠缺功能。所以，成大病院研究团队用周边神经肌肉再生电刺激，希望让周边的神经功能会当渐渐恢复，而且再生肌肉。成大病院外科部医师薛元玉的研究团队发现，如果对受伤的神经元端持续1礼拜的电刺激，短期会用减缓神经肌肉结合处的退化加肌肉萎缩。长期则是会促进神经肌肉结合处的再生，加肌肉功能的恢复。该项的研究不但伫2020年被刊登伫国际期刊，而且这项的研究系统的开发，还佫得到去年国家学术研究新创奖，对着未来周边神经功能恢复有真大的帮助。
传统的电刺激都是只有刺激原来的神经，但是我们这个东西，因为神经里面的那个神经素其实很多，那大小的也不一样，传导速度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经由我们的一些优化的参数之后，最主要就是在刺激神经，单纯是神经到肌肉的交界的这个地方，它有一些特殊的神经，然后让它的这些神经的一些刺激的这些因子可以释放。那这个释放之后呢，它会活化这个肌肉里面的一个干细胞，然后让它刺激它产生更多的肌肉的再生，以及它的这些血管的一些增生，那达到说整个功能的这个恢复。未来它的这个应用范围就是非常广，除了外伤所造成的这些神经到肌肉这些交界的这些受伤，那包括说肿瘤，那或者是一些这些慢性的这些神经的损伤，那所造成的这些肌肉啦，或是感觉的这些萎缩，都有它的帮助。目前研究团队正进一步研发植入式的电刺激装置，希望会用来增进神经肌肉系统的再生甲功能的恢复，同时还佫进一步优化电刺激模组的参数。目前已经伫动物实验验证临床前的疗效甲安全性。未来等待人体临床的实验，希望对着临床周边神经受损甲肌肉再生不良的患者有帮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现代人工作生活真无闲，就有一寡人会利用动手做一寡小物件来疏解压力。接下来就要带大家来了解安怎利用水泥的器物、植物，也佮有环氧树脂等等，来打造出属于家己的梦幻创作品。把水泥粉砂加水调制成适当比例，灌入模具中，成型脱模后再修饰细节，并摆上多肉植物或是装饰小物。这是围巾手作职人飘飘为了兔年创作的小盆栽。飘飘擅长利用水泥、环氧树脂来做各种运用，把幻想中的场景透过手作打造出来。幻想的时候头是稍微扬起来的，那漂浮也是一个比较放松自在的状态。就让我们可以稍微从现实生活中的压力、那些难题中解放出来一下。在仰视漂浮这个品牌，它主要都是打造一些幻想系的风景。那我们是以水泥为主去创作，水泥结合其他材质，像这边是水泥兔子，它那边的话也有一些就是水泥结合环氧树脂的，就海洋岛屿的创作。对，那我们也有一些，还有用玻璃干燥花去创作，像是玻璃微景观。这一块，在飘飘的作品中，大部分都是以水泥为基底，做成各种器皿，或是做成山脉、土地或是岩石。另外，利用环氧树脂透明且可以调色的特性，呈现海洋或是河流的风貌，再加上具有生命力的植物和可爱装饰，就是独特又吸睛的摆设小物。那时候有朋友他在种多肉植物，那多肉植物那时候很流行，然后刚好搭配水泥盆。那因为我做立体的做蛮快，所以就开始玩水泥这个材质。一开始是做各种小盆栽，所以那后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水泥，就开始做雕塑啊，各种不同的造型。大环氧树的这个材质，把它跟水泥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做一些像是高山湖或者海岛，就是有山有海这种从小的开始小型模型开始创作。对，那个做出来之后，就是也是。变成我的一个蛮独特的作品。那个作品，对，之前也有去一些地方开课，也有去故宫，也有跟台中的教室合作，然后也有那个辣旅游来是做那个寻找水良这个创作，环氧树脂的创作。针对不同需求的学员，围景创作课程的难易度也有区别。不管您是想要轻松送礼或收藏的玻璃围景，或是想要挑战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运用水泥和树脂的可塑性来把幻想手作成真，这里都很值得您来体验寻梦的美好。我们课程有分水泥、玻璃、环氧树脂这3块。对，那看他是想要怎么样的。就如果是想要比较轻松的体验的话，比较多人会选择玻璃围景，就是看起来很梦幻，很适合送礼或者收藏。那有些人是很想要就是发挥自己的创作力，创造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因为那个玻璃水泥捏塑，它可以做出的造型很多。对，那就会鼓励他们就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那有时候上课问同学说你要不要参考图片，有些人都根本不想看，他想要做他自己心中想做的东西。
记者肖以轩、蔡怡文高雄报道。高雄市莲雅区卫武里有一间传承3代客家小吃店，第2代妈妈原本无想要搁经营，不过后生依然坚持要甲妈妈的好手艺传承落来，所以就家己出来开店，一开就开了14档，用了实在而且风味特殊的客家咸面仔、甲麻酱面，互真侪人客一食就食掉的。走进林雅区卫武里的卫武咪咪村，立刻被一栋一栋大片的彩绘壁画给吸引。在巷弄看壁画，看到肚子饿了，不少人会闻香来到这一家客家小吃店内用餐。香气逼人的麻酱面和板条都非常好吃。住附近，然后顺便看一下壁画。这麻酱面是很香，它的肉燥很特别，算是客家的肉燥，就是有一个特别的香味。客家人比较很会做啊。这是我们客家咸汤圆。另外，包着满满猪肉馅的客家咸汤圆也是店内的招牌。老板特别选用新鲜的猪肉和油葱酥拌炒过，再包进糯米皮里，又油又香。还有多样的卤味切料，让人一口接一口吃不停。卫武里里长和里民更是3不5时就来这里用餐。猪肉炒油葱酥，拌一拌虾米，拌一拌再去包。嘿，自己做的呢，妈妈做这样子，儿子卖这样子，真的是正宗的，所以与众不同，跟一般的咸汤圆不大一样。懒得煮饭就来这边吃。老板的料理好手艺是在屏东内埔老家时跟妈妈学的。妈妈原本也是接手姑妈的店，经营一段时间之后也想收起来不做了，没有想到儿子愿意接手做下来，从老家搬到卫武里开店，一开就开了14年。从小看到大，妈妈现在退休，我就自己来高雄创业。还有休假的时候，他都会帮忙做。就一直学到最后，我想收摊不要做了啦，也蛮辛苦的啦。结果他就想说，就接下来啦。卫武里近几年因为彩绘壁画咪咪村变成了打卡景点，这家客家小吃店也因为客家独特的风味和用料实在，变成游客品尝美食的选项之一。有那个彩绘壁画可以欣赏之外呢，还有美食可以享受，这是最特别的地方。来到这里，真的每一个游客都觉得很开心。淳朴的客家美食没有特别花俏，老板只是遵循客家妈妈的料理手法，让客人吃到古早味的客家美食，也感受母子连心为推广客家美食尽的一份心力。卫武咪咪村客家美食赞。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4月2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